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河媽講經，我係河媽。播出今集節目嘅時候呢，係大年初七，亦都係我第7集嘅節目喎，都仲係新正頭同大家拜個年先。希望大家今年馬到功成，年年進步，合家平平安安，健康幸福，龍馬精神啊！新一年我嘅目標都係持續繼續咁樣同大家河媽講經落去。有幾多人聽都好啦，其實都係我對自己嘅一個承諾，因為我都好想自己持續成長落去啊！唔知你又想唔想呢？今集我會繼續同大家講互動的秘密，講分享啊！分享其實係一種快樂，唔知道大家認唔認同呢？可以分為有形同埋無形上面啦。有形嘅包括物質上啦、食物啦、衫褲鞋襪等等，而無形嘅就好似各位自媒體嘅創作，亦都包括河媽講經，因為我哋都係好想將我哋學到嘅嘢同大家去分享，對我嚟講都係另一種快樂。由細到大我都好中意帶俾身邊嘅人快樂，都係我自己尋找快樂嘅一種啦。要學識得分享，懂得分享，係從小去培養嘅。咁我好感恩啦，我小河馬都係好中意帶俾人快樂，佢都係一個有趣嘅靈魂嚟噶，係我無價嘅開心果。晒到嚟呢度先，事不宜遲，即刻去同大家河媽講經。爭寵搶玩具係天性，分享應該點樣教啊？分享呢就係一種社交合作嘅行為，早喺嬰兒時期就會表現出嚟噶啦。好似一個8歲大嘅 BB 就已經會分享佢嘅食物或者物品俾爸爸媽媽噶，而最常分享嘅就係佢哋珍而重之、啜緊妹緊嗰隻手仔同腳仔啊，又或者係妹到霉晒嘅食物一嘢塞入你個口嗰度啊。但係分享去到幼兒時期，相反就會變得相當困難喎。學齡前兒童嘅分享行為明顯係比學齡兒童少嘅。由於要做到分享啦，係需要去注重、注意並體會到對方內在嘅諗法，所以開始有唔少嘅心理學家去探討分享呢，其實就同解讀其他人內心嘅想法有關聯。亦都係心智解讀能力有關嘅。心智解讀又稱為心智理論，係一種可以了解其他人嘅內在想法嘅心智能力，例如了解其他人嘅信念啊、意圖啊、欲求啊、情緒啊、睇法等等等等啦。而研究發現，學齡前嘅男仔如果心智嘅解讀能力比較好，佢好用鬥狠同破壞嘅行為就會越少，而女仔嘅話呢，佢社交能力就會越好喎。對於分享，家長都抱持住唔同嘅教育理念，有啲主張唔主動教小朋友分享，又或者唔強迫小朋友分享嘅。佢哋嘅理論呢，就係小朋友仲細唔識分享，同埋分唔分享呢樣嘢應該係由佢哋做決定，所以呢，家長大人就唔應該干涉或者強迫嘅。但係作者咧喺呢度就回應話啦，心理學家就發現其實分享行為早喺嬰兒時期就已經可以出現，冇理由你識行識走而仲未識得分享啩。佢哋唔分享係因為佢哋開始明白到分享就會有所犧牲。而研究發現，如果分享嘅情景同犧牲冇關嘅時候呢，小朋友嘅分享行為就會增加。例如，當佢哋有好多塊餅嘅時候啦，佢哋就會比較願意去分享一塊俾其他人。我覺得喺呢度好明顯睇得出，作者係唔認同唔教小朋友分享嘅呢一派學說，而佢都表達咗我哋係應該要引導小朋友學習共享。不過同時間啦，希望父母就唔可以講出一啲好負面同威脅性嘅說話啦。例如，你都唔分享嘅，冇人想同你玩噶啦。跟住又或者你唔分享，我哋就返屋企啦。甚至會更強硬咁樣喺佢哋手裏面搶走佢哋唔願意分享嘅嘢，最後就演變成佢哋又喊啦。而分享喺佢哋嘅心目中就會變成一件勁可怕嘅事啊！對於佢哋將來要發展主動分享呢個行為，一定係難上加難啊！唔好嘅影響我哋就知道啦。
咁作者到底俾咗啲咩建議去教導，又或者引導小朋友去分享先？各位爸爸媽媽又嚟接招啦！第一招，製造一齊玩好玩啲嘅成功經驗，係成功經驗喎。一個人玩好寂寞噶嘛，去到 Playhouse 咁多玩具，自己玩好無聊啫。獨樂樂啊，不如眾樂樂，一齊玩下煮飯仔。你切時我煮又得，你煮時我扮客人又得，成件事係咪有趣得多呢？當然，爸爸媽媽在旁嘅話，麻煩呢就教下戲，引到成件事呢變得有趣多少少，唔係點稱之為成功嘅經驗啊？若然你都唔教下戲，唔陪下玩嘅，咁佢哋又點會覺得係真係好有趣呢？第二招啊，以身作則啊，幾時都話做父母嘅大家係手緊行為噶嘛，佢哋望緊你噶。如果我哋係樂於分享俾佢哋，又或者俾其他人嘅話，咁當然講緊嘅係真心開心 share 啦，冇表現痛苦嗰種啊。但係我覺得呢啲位呢係有嘢需要留意，同埋要好好拿捏嘅。用食物為例啦，我哋通常都好願意分享我哋嘅食物俾小朋友，但係記住唔應該係佢中意嘅話就俾晒佢，咁唔係分享嚟噶嘛，咁唔係就晒佢噶嘛，要俾佢知道，其實你中意時我都好中意噶，不過我都好願意同你一齊去食，千祈唔好過分犧牲。呢種過分犧牲其實係會弄巧反拙嘅，令佢哋唔識分享之餘啊，仲會變得越嚟越自私噶。第三招啊，玩具嚟講呢都有分公家定係私家噶嘛，都唔係每樣嘢都屬於大家嘅，尤其係獨生子女。如果小朋友根本就好少同人哋交換嘅經驗，佢哋又冇咩機會練習過分享喎。呢個時候，如果佢哋一時三刻都唔想分享嘅，並唔代表佢哋一定係自私，可能佢哋只係需要多少少嘅引導，同埋多少少嘅思考時間，試下俾多啲耐性去解釋同埋引導佢。我哋都應該學多啲 magic words 去旁身嘅，例如對肯分享嘅小朋友講啦，你做得好好喎，我相信會有好多小朋友願意同你一齊玩嘅。而對冇分享嘅小朋友就要講，要記得講多謝啊，下次就輪到你分享噶啦喎。最後一招啊，就係多用同理嘅方式去同小朋友溝通，例如呢，看圖睇故事啦，講故事啦，角色扮演等等啦。呢一集嘅開端呢，都有提到，分享係同解讀其他人嘅內心諗法有關，即係心智解讀能力有關啊嘛。而做呢一類活動嘅同時呢，呢個同理嘅溝通都會有助小朋友心智嘅解讀同埋決策判斷力發展。呢種能力越高嘅話，分享就更容易隨之而來啦。今集嘅分享呢，就分享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都支持何媽繼續分享更多育兒資訊嘅話，好簡單，幫手讚、分享同訂閱啦，我都會努力堅持每個星期一同大家繼續講經嘅。拜拜，下個星期一見。